龙东海楼接生病，月色迷蒙，月头问。圣人扫风推着棍，凹洞洞的大鼓，有理冷清清，家宝哟一路花几嘴，珠宝成衣，人他日一在等也够神。何因冲啊冲跟随门，他都得都是大相顾，去看那林妹妹的病体口几称，他亲啊亲啊东归丁半乡，自觉下笔马开门儿一呀，身下海人你当我放心不下林姑娘的病，狗儿我得的喜来分人，他们迎恩来一到这病他与这吉他细细不作声，一个儿家林妹妹，一个儿把表兄称，人已离开
奴不该应。模糊奴者不明身。妹妹呀，你一生谁是都为难，你何必自己开chân？想你有什么心事？竟不是我与你两人各一心，我求你一时三餐都应实，我求你一生一天要旅人，我求你养生相心，你何苦自家把费难人？我求你姊妹的言语不可听，因为他们自家与是真。我求你是咋爱什么医生？因为病终身。再不你谋完婚，我求你把一切心事都对出，更不要想起
扬州这巨响门。有文艺并地水，勾勾一女奴之谁？为什么这有家？啊，为奴在旅行，为君儿。滚滚吕布须救撤退了下楼见此生一米太平了。